正常人類研究中心專登嚟到球場研究下夏蘭特點樣飲王老吉嘅。根據廣告片段，佢本身係用左手飲王老吉嘅。呢個好自然啦，因為大家睇到佢應該係左右嘅，打鼓用左右，佢隻左腳亦都好好嘅。好啦，但係根據我呢個圖片呢，佢係咁樣揸嘅，然後好輕微咁斜飲，即係話佢係好細啖、好細啖咁飲。另外呢，如果唔知大家有冇發現，王老吉個口喺呢邊嘅。所以，如果外邊影到王老吉，一係個口喺呢度，一係個口喺呢度。如果喺呢度呢，啲王老吉就由呢度流落嚟，咁啊成面都係噶啦。咁所以呢，就應該係咁樣飲嘅。所以呢，咁樣王老吉佢應該係斜斜地咁飲嘅。到底大家會唔會因為夏蘭特而飲王老吉呢？而飲咗王老吉踢波會唔會好啲呢？歡迎大家喺留言嗰度分享同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嘅。好，多謝大家收睇，大家一齊學夏蘭特飲王老吉啦！Yeah。